疫情開始緩和，就馬上同老公飛一轉札幌。之前都去過北海道幾次，而今次重點係到東山湖。到埗即時去拎車，然後就直奔去根室花園食壽司。食飽飽就去今晚入住嘅札幌索拉利亞西鐵酒店。酒店係2021年開幕，係新嘅酒店，設施新淨，仲有大浴場添。嚟到北海道梗係要食海鮮啦，呢度嘅早餐選擇多，仲可以自製海鮮檔。早餐後我哋就出發去札幌市內周圍行。第一站去 Woodman， 我哋去咗幾間分店，門口都有停車場，啱晒自駕人士。Woodman 主要係賣工作服、配件、制服等商品。2013年就開始推出防寒、防水、顏色亮麗嘅工作服，而售價不到1萬日元，吸引咗好多唔同戶外活動嘅愛好者。口耳相傳之下，創下一個月超過5萬套嘅驚人數字。買完嘢之後就到附近一間 Google 評分較高嘅拉麵店，味道都唔錯。然後就揸車去超市買生果同埋貓貓嘅食品。今次嚟到 Kyoto 拿本店，佢哋嘅雪糕喺新千歲機場長期都排頭嗰幾位，香濃牛奶味。如果冇嚟到白石本店，都可以喺機場買到，係必吃之選。今晚嚟咗呢間味覺園食炭火燒肉，因為之前已經訂咗位，所以入去就可以即刻開餐。早晨啊，今日食完個豐富早餐，就離開札幌去串路，中途會去北港島 Outlet Shopping。午餐就嚟咗呢間專食豚肉嘅食堂 ，Google 有4.1分，經過3個多小時嘅車程，到達咗串路。我哋揀咗呢間食回轉壽司，佢哋嘅分店主要遍佈喺串路、札幌、大廣，另外關西嘅知河縣都有分店。今晚會喺串路停1晚，會入住 Hotel Global View， 平平地又有大浴場可以 relax 下。今朝 check out 後就嚟咗和商市場。和商市場已經有60幾年嘅歷史，係串路最古老嘅市場，同函館朝市、札幌二條市場並為北海道3大市場。而最出名嘅係聖手當，因為我哋揀咗食蟹，要咗1隻花鞘蟹同埋1份長腳蟹，店員會幫忙煮熟並且開邊，你當然食得津津有味啦。第一站嚟到鶴見台，呢度以丹頂鶴自然棲息地聞名，上丹頂鶴嘅好地方，亦帶動咗當地嘅旅遊業。離開鶴見台已經差唔多天黑啦，今晚我哋入住阿寒村嘅 La Vista， 佢係 Dormy Inn 同一集團嘅酒店。房間內有私人風呂，不過就細咗少少。酒店亦設有大浴場同3間住客免費嘅泰式風呂，仔預約，只要冇人用就可以入去浸噶啦。浸完溫泉就到晚餐時間，今晚係食和食會席料理。餐後就出發去到東山湖。我哋先嚟到味房卡，呢度可以高角度去觀賞屈斜路湖。屈斜路湖位於屈斜路破火山口中央，日本最大嘅火山口湖，每年吸引咗400至500隻黃殼天鵝棲息。嚟到呢度梗係要同天鵝打卡啦。今日嘅午餐係嚟咗弟子屈拉麵本店，食咗個辣味噌拉麵同埋餃子。一站係摩周湖，摩周湖係以湖水清澈而聞名，有摩周南之稱。隨後途經硫磺山，係一座活火山，有超過1500個火山噴氣孔，可以近距離睇到蒸汽同硫磺。冬天好快就天黑，我哋就嚟咗阿寒湖愛爐村，係北海道最大嘅愛爐村。呢度有愛爐劇院、展覽廳、工藝館、愛爐民族生活館。離開之後就回程返酒店，稍作休息就去品嘗今晚嘅晚餐。飽後就返房執行李，突然有職員前嚟，係老公鬼鬼馬馬預先同酒店安排咗個蛋糕。今朝食完豐富早餐後就揸長途車返札幌。到咗札幌已經係下晝4點幾啦，天都黑啦，我哋就去咗食壽司。晚係入住東環 Inn，係一間商務酒店，
位於札幌嘅市中心，對面係博野飲食區，鄰近利小路、大通公園同埋佢附近嘅百貨公司都好方便。放低行李後，我哋就去 Hako， 今次冇乜收穫，之後我哋就去咗食串燒。串鳥係一間日本串燒店，其高品質嘅食材同埋獨特嘅燒烤技術而聞名。目前喺北海道、仙台、東京有分店。餐後出發去 Ario， 係一個主要本地人嚟嘅商場，然後就去咗東急百貨入邊嘅 Hands 行下。今日天氣都唔錯，臨時決定去北海道神宮。由於今日人比較少，又有雪，令神宮分外寧靜。今晚嚟到 Stella Place 添料，主打湯咖喱，賣相 OK， 但味道就一般。今朝 check out 還車，然後先去機場國內線食嘢同埋睇下手信。國內線有好多手信店，如果時間充裕，可以嚟呢度行下。另外3樓仲有北海道拉麵道場，入邊有10幾間嘅拉麵鋪可以俾你揀。食飽後，我哋就拎埋行李去國際線，就正式結束我哋今次嘅北海道之旅啦。如果大家都鍾意呢條片，就請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下次見。